动呢来捐款共同扶持即间的活动教着咱真侪呢即个前辈者呢，会使讲是无少着即个辛苦伫咱活动建设的当中呢，会使讲拢经常拢伫即个活动建设的时阵呢，来遮呢参与了着即个建设那当然呢，佫较辛苦的，就是咱的顾问主席伊拄好对咱建设呢，到即仔拢带即个活动。当时呢，咧建设的时阵呢，更加佫较辛苦啦。寒人呢，能够寒甲要死去；热人热甲要死去无少着即个辛苦，然后建议甲咱的活动来落成。那现在呢，嘛继续管理即件活动啦所以讲呢，伫即个活动，既然是咱大家共同那么所有的，那希望讲咱会当好好来利用即件活动那么来记忆别人那么会当记得大家。借着即个活动呢会当来成功了愿啦即件活动是互咱了愿的机会。若要即件活动，咱要去对了愿袂使讲我虽然是无出来毋过呢，我的心拢足关心活动。当然呢，话嘛袂当安尼讲啦嘛毋是讲无关心，关心当然无一定讲是伫即个所在毋过咱要了愿呢，唯有着即个活动呢，较是咱了愿的机会因为咱来呢会使讲无论扶持道场也好来遮做人才读书那么现场服务拢总好，包括咱在座坐伫即个所在呢，那么会当来受到佛讲的普照，扶持着即个道场。那么咱毋想讲我来伫遮咧坐无功德，毋是安尼想。咱伫遮会当行无畏事行无畏事，而且咱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广甲节，敢是安尼？今日呢，咱若无大家共同扶持呢，其实讲起来，如果讲即件活动即个空间遮大，今仔日来无10个，有可能即10个，有可能呢后个月用就袂来啦。因为安怎讲，就干阮10个尔，较出来拢阮10个所以呢，即10个呢有可能安尼溜到尾无去咱呢，大家会当讲无少着即个辛苦那么呢来扶持着即个道场大家广甲节互相呢会当互相的即个普照鼓励，安尼呢，相信咱人都有一股的即个节气亲像讲咱即个五岳庙五岳庙呢，若毋是有人去五王敢会翕，敢会袂啦是咧翕人啊咧翕心灵翕人啦咱即件活动呢嘛相像人讲有样看样嘛你也来伊也来伊大家来的拢会搁遮寒暄感觉阮足欢喜的伫遮呢大家拢爱来你互我的光，我互你的光，那么互相伫遮产生了着即个节气。那当然呢，咱伫迄个当下心情就无共款伫即个所在加上佛讲普照真理的启发，那安尼呢，咱的身体会愈来愈健康伫迄个当下呢，咱嘛袂去执着咱的即个痛苦啦无论讲是身躯的艰苦啦。或者是讲心理的艰苦啦，那么来到即个道场了后，伫即个当下，今仔日虽然是2点钟，毋过咱来当真正甲伊百无回去之去，伫当下呢，其实就是圣贤贤佛啦，所以讲呢，有咱爱上活动的即个开端，那么呢，教着3月7、8，咱的即个课开始，就是讲即个课位班开始。当然，伫咱点分书呢，的即个主编指示之下呢，
因为咱的活动变成教室有够，所以讲呢，就从咱本来敢若一班的课语班、台语的课语班呢，甲分做有一班是台语的课语班，甲伫楼骹经典教室的国语班，甲伫咱即个嘉诚顶园的青少年班，佮甲咱即个贵宾室呢内底的即个小天使班，所以呢，家分做4班，依照咱每一个人的无需即个需要，那么呢，大家去每一个人的教室，那么感受伊感受伊要背的即个道理，安尼会当讲伫多元化，大家会当谆谆善诱，这是咱电文师呢，伫今年呢一个较大的即个变化，的变化。所以讲呢，咱若台语班伫遮咧坐，毋是干那咱尔因为咱若咧食饭就知影，落去的时阵呢，会使讲真济个人，这就是有国语班的，有青少年班，佮有婴仔班、小天使班，毋过咱的活动拄咱建设，当然伫空间来讲起来嘛诚大，但是伫咱这4班来讲起来，会使讲咱的人数，拢感觉佫较少，感觉佫较少，因为即个椅仔呢，佫坐袂甜，佫话你坐较甜，后壁空间佫有，空间佫有，所以讲呢，伫即个不足的所在，嘛就讲咱无论是台语的、国语的青少年班、小天使班呢，伫遮来期望讲咱若有熟悉的道亲，咱会当甲因鼓励，伫今仔日即班，会当鼓励伊来台语班，还是互伊去国语班。国语班呢，就是咱已经伫社会，已经伫社会上班，有可能伊台语听较袂，还是伊爱去听国语的，那么咱会当甲伊引导去即个国语班，那么青少年班就是搁咧读册的在学生，的在学生，所以讲呢，伫即个所在，咱有分了解即个即个情形，希望咱大家尽一份的心力啦。老师甲咱讲，当咱去导人的时阵，迄个人有来，叫做导化有功，那如果去导迄个人，迄个人无来，叫做助道有功。毋通讲我去导啦，导过来，佫拢毋来，毋来，咱尾仔就讲无去啊。其实呢，伫遐咱嘛是会当得到即个助道有功的。咱会当共同扶持，无论讲伫遮听班也好，或者是人才，拢好，反正咱来到即个活动，拢总叫做，那么呢，即个顶一个去导人导无来，去导无来，叫做劝化有功啦，毋是助道助道就是咱大家来活动，无论咱听道理也好，或者是讲做人才也好，那么这叫做助道有功。所以讲呢，咱要建立功德，唯有就是来活动，会当搭帮助道，因为这活动的工作这是一个共性业，是爱靠大家共同来的，当有法度完成的。佫一种，也就是咱每一个人未来要当真正达到圆满，唯有嘛就是爱去建功立德。有机会，差不多呢，即个房屋顾问呢，会使讲足慈悲啦前辈者已经80多岁啊，那么呢，就像讲要来拜医啊，要甲咱即个领人讲，咱如果慈悲啦，咱年纪遮济可能较无方便，毋免啦，阮来拜就好咱也较想，年纪若较济，行动较无方便，有当时呢，咱讲心有余力不足。当然，咱的领人毋是讲毋好做，是因为伊即马当然体力会较歹，当然呢，有当时伫即个过程，佫会惊去考虑了即个安全性，所以讲呢，即前辈者会使讲是足慈悲啦，会使过去呢，
保持即个道场，甲即摆呢，无因为伊个年纪济即个身体呢，当然较无理想，那么无因为安尼呢来放弃着即个来大班主导的即个机会。所以讲呢，有人前辈者呢，你讲每人自比一个，着要请佛堂啊，还是讲要来居房啊，还是要用哪会啦，斗开车啦，斗载人啦，咱爱感谢咱的前辈。因为伊互咱有了解的机会，互咱有了解的机会。若无，咱无了解的机会。那么呢，为什么咱要甲感谢？因为做的就是咱毋是做无义的，咱毋是做无义的。所以讲呢，咱讲个人食饭，个人饱，个人生死，各自了解。所以讲呢，咱所做的一切拢总是咱每一个个。所以讲呢，伫即四班，希望呢。就是讲，伫明年呢，会当讲咱自己啦，一个人出一份力，那会当招一个来。相信咱活动内底呢，无论一班还是其他的班群呢，应该都会做完满。那么呢，再来就是4月12日是咱即个爱上活动呢来独成，来独成啦即个有国外的道亲，那么来自于了着咱泰国啊，大陆啊，搁有青岛啦，咱台湾呢有花莲、高雄、台北，所有的道亲呢共同转来来举行了着即个活动的独成典礼，这就是伫即个4月12相信咱有真济道亲呢拢有来参与，搁再来呢，就是即个9月12、13。伫咱的活动开一班，是大陆的道亲，等来参加天灵合一班，拄而且呢是200个人，那当然有其他的，就互因坐伫楼骹，因为咱经理准备呢有用一个迄个会当甲即个啥呢，甲即个直接讲的即个情形录影，到咧到咱的餐厅，甲即个啥呢？到咱的即个青少年班，的即个教室，即个啥呢？高级班的教室，所以讲呢，会使讲伫迄个议会人员呢，会使讲300多个，我即个工作人员啦，会使讲是300几个。那么大陆呢，的即个道亲来，佮包括有新加坡、马来的，那么呢，因回来了后，感受了着即个班会，会使讲是非常的舒适。所以因足期待，伫今年呢，希望会当搁来。那么因感受足好，回去的赶紧度人的度人，适合的适合的。同款虽然这伫大陆内底，伊嘛是交咱台湾共款，早期相相还未开放。毋过道亲感受的道理，无受到即个辛苦风险，就像咱过去前辈讲。倒仔袂公开，微微掩掩。毋过一路来，若无因为因的牺牲甲奉献，就无咱今日即件重要的活动。所以讲呢，因的牺牲奉献是会当流落了着伊的价值的。所以讲呢，咱即件活动4、5千万，咱若讲如果无人来，参班总是拢遮少，伊即件活动的利用率呢足无惨。咱若如果讲有开班，有活动，大家会当较共同来甲扶持，互伊愈来愈侪人，那么咱即间活动呢，伊的利用价值自然呢就会较悬，所以讲呢，这是咱伫台湾会使讲，可能听捌听较济甲咱大陆来的道亲呢所感受的，可能会较无共，因为因咧听着即款的道理呢，会使讲是非常的少，非常的少，所以呢，因拢非常的担忧，无怪讲因当去呢，真正会笑呢，就拢一直咧笑。有些活动的照常嘛是些活动，那么迄个咱迄阵呢，有迄个泉州呢消防2个翁仔某甲带迄个黄静等来，
得听着今年阁有天两合一班，讲安尼伊要阁来。哦，所以呢，感受会使讲是真好啦。哦，啊，所以讲呢，咱的这个活动，哦，会当成功了完，其实咱真正爱把握，哦，咱爱把，因为做的就是咱的嘛，哦。那么呢，佮再来就是讲，大家一年来呢，哦，知影偌济，知影偌济就是讲，哦，咱去听着偌济，哦，你听着偌济，你记着偌济。哦，因为安那呢，咱道理要听，毋是咧讲哦，对一个讲师外交讲，对一个讲师讲好较捌，是这讲师伊所讲的，咱到底是捌偌济？哦，咱听有偌济就对啦。哦，因为你听有偌济，你会家记伫这个心，记伫心，当然呢会当得到偌济，就是你有去家应用啦。哦，咱讲心动不如马上行动嘛。你听了啊，有够好诶，就对。哦，无来大人救人袂使啊，无来打帮助都袂使啊。听着迄种诶内心感受，你知，但是得偌济，就是你有做，当得会得。敢是安尼？哦，所以讲呢，咱会当得偌济啊，就是讲我听着感受着了后。那么呢，我为这个家己，哦，我讲为活动哦，因为咱做拢是家己的嘛，毋通想讲哦，我今年甲即间活动吼，甲点文书多10个人，敢是甲点文书甲活动多10个，敢是？毋是啦，甲家己多10个啦，因为功德是算伫咱的心上，哦，算伫咱的心上，哦，安尼咱就会当得到偌济，哦，佮甚至。咱的脾气毛病改偌济，哦，咱若有改就是敢有得着嘛。啊，你若无改就敢若知影，哦，脾气毛病呢，我嘛知影毋好，哦，敢若知影安尼毋好，毋过你无去甲做出来，那咱的脾气毛病无减少。哦，啊，咱感受着了后，你会当甲行出去，安尼那是真正咱得着，到底咱得着偌济？哦，那么伫咱的道场当中呢，啊，咱伫这个道场呢，哦，咱多偌济人啦，哦，啊，咱来参与偌济啦，有无人才无啦，哦，那么呢，这就是讲，咱到底所得的是偌济？其实，咱讲真诶，一年搁过，哦，因为即摆呢是咱讲新年头，啊，旧年尾嘛，哦，以新历是105年的正月初10。那么伫农历是12月初1，哦，时间咧过，袂使讲是足紧，哦，因为咱若想讲哦，讲无要紧啦，啊，我今日去无做，搁有明仔载，啊，明仔载无做，无要紧，搁有明仔载，明日复明日，哦，那么明日何其多，安尼咧，今仔去做咧，今仔去做咧，明仔载是做，明仔载个咧，哦，咱毋通讲哦，啊，我去少年，哦，少年敢会死？敢会？会啦，吼。哦，我真讲着死，大家会惊袂啦？袂啦吼，袂啦。啊，讲着死就会死啊！也敢讲即个死较早就好无去啊。哦，这当然啦，有来就有转去啦。哦，啊，咱因为感受着道理。哦，啊嘛毋是讲就死啦。哦，啊，干若安尼就，咱若是臭头红不滚啦吼。哦，咱是针对事咧讨论。哦，所以讲起来就是讲。过去佛祖讲人是活伫这个无常甲无奈的内底，啊，我暂时要安怎？毋知影。哦，啊，咱若想讲哦，我真还佫少年的啦，啊，无要紧啊，今日去无做，后一届，啊，今日去无来，即个月无听，佫后个月啊，今年拢无来听，还佫有明年啊，敢有一定？今日去倒咧困，毋知明仔载穿即双鞋啊，穿会着袂？毋知啊。哦，所以讲呢，伫这个所在呢。哦，咱爱去家己体会，哦，为虾米呢？较早佛祖、哦，观世音菩萨、妈祖，所有的众神仙佛，为虾米要去修行？哦，咱来真足去甲修，哦，咱既然要拜伊，爱学，敢若拜无够，爱学伊安怎做？哦，啊，所以讲呢，佮再来就讲，哦，蜕变偌济，蜕变呢，就是讲咱已经修持、去悲去。啊，改毛病，
我有进步无？哦，我有咧进步无？咱若无咧进步，有当时啊，厝诶人感受袂着。哦，讲啊，阮啥物人讲拢去迄落去爱上运动咧听道理，啊，毋过吼，迄脾气甲毛病啊，拢无听改。哦，安尼咧嘛毋好。哦，那么咧，咱若有咧改变，其实讲起，厝诶人感受袂着。要度咱诶亲戚朋友嘛足简单。哦，啊，咱若像一个有收，厝里一个有收，两个有收，逐个拢有收，啊，逐个拢会去脾气改毛病。其实咱兜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啊。哦，西方极乐世界毋是咱目睭客去较去啦，毋是安尼啦吼。因为佛就是要甲三婆世界化作联邦的佛国嘛。哦，所以讲起也就是要注重啊，即个三婆咧甲化作联邦的佛国。所以讲嘅，咱有咧改变无？咱哪会是真诶？咱无想讲吼，今年吼，一当12个月啊，佛堂开班开10届，啊，我10届拢有来。哦，若要调钱钱，我拢有摕着。哦，啊，毋过咱来去问，我有咧改无？我有咧改变无？无好诶，有咧甲伊拼拄掉无？啊，好诶，有咧甲伊找倒来无？哦，啊，这咱爱家己去想看卖诶。哦，啊，若无岁月不留人咧。哦，啊，盖棺论定咧。咱人诶好甲歹，有功果甲无功果，4字顶啊定诶当下，就已经论定啊啦。哦，啊，伫4字顶啊定诶以前，咱也对无好变好，伫好诶内底搁较好，那安尼无转去，嘛无可能。哦，所以讲诶，咱就是讲，伫要转去以前，咱拢已经甲准备好，哦，会当变出一只真水哦诶，即个蝴蝶。哦，所以讲诶，咱有改变无？哦，啊，所以讲诶，南海国父甲咱讲，逆流不回头，哦，下人替你救苦救难啊，以弱言转量，何事我代主代悲啦？哦，这是南海国父诶甲咱鼓励啦。哦，咱讲哦家己在一层较好对别人，啊，修行是个人食饭，个人饱，个人生死更重要。叫咱立存共款嘛，咱逐个咧食饭是替啥咧食？替啥？哦，太太替先生食，啊先生替太太食，先生若食太太就会饱，敢是安尼？毋是啦吼，所以靠家己啦。哦，啊你如果若是讲哦，咱的人生内底哦，如果无好诶，你无去改变，你无去改变着咱家己。哦，那么伫咱的人生内底，咱若袂当真正性缘平衡。哦，因为真有道人修，咱的性缘平衡呢，毋是像较早讲哦要去青山果洞吼，哦，迄咱较困难。啊，咱即摆有性缘平衡，咱应该爱信吼，有即个机会来会当来参与着即个修行学道。哦，那么呢，咱安尼呢，咱讲修讲下，无修无下啦。哦，啊，所以讲呢，咱若无啥人要替你救苦救难，咱若咧看吼，南海国父敢会甲咱受伤？敢会？袂啦吼，敢会家己穿？哎啦，南海国父你遮尔自卑，我咧看你看，你一个衫来我穿，哦，你嘛咧无自卑啊？哦，所以讲呢，其实讲，啥物人要替咱救苦救难？咱有苦有难，那么咱若无去改变着咱的心念，哦，心念转而观，生命无限宽嘛。哦，那么路不转人转，人不转心转嘛。那么你当着无好诶，你当心念改变，用真理陶冶你的心灵，伫当下注重地狱甲化作天堂。那安尼你就快乐了。伫迄个当下内底，敢着讲南海国父来遐保庇啊，我心情真足歹，伊爱我心情好起来啊。啊，你都毋家己救苦救难啊？哦，我南海国父就叫你爱改变，你毋改变啊？啊，那安尼呢？有啥物人会当来救苦救难？哦，所以讲呢，咱要会当改变命运，唯有干来修行。哦，啊，要修行感受道理，咱就是爱改变家己。哦，那安尼呢，咱今日呢，其实讲起，世间呢就无苦啊。哦，因为时间上的关系啦，吼。何况呢，就是用较短的时间呢，因为到9点15分了。那么展望未来，哦，当然有3多4好啦，嘛希望哦，伫今年过已经过无理想的，咱要安怎互伊变理想？哦，第一，
伫三道、九道人缘节啦，九道人缘节，来讲起来就是讲，你救度众生，咱讲一个一个好，所以讲的度愈济，得救的兄弟姊妹愈济。咱若像讲，咱大家拢受着咱的因本师，甲咱引进，互咱来感受着即个道理，做个生死因缘，感受着即个道理来改变生活的真好的环境，即个就要甲好康的斗相度。所以讲的，咱来尽到即个义，当然呢，咱一定爱多度人，爱当广结善缘，才会当流布障碍。所以圣贤仙佛，今仔日会互咱拜，毋是无原因的。就是过去伊有付出，咱大家咧感念了着伊，所以讲咧，咱爱学着伊的多度人，爱当广结善缘，发挥因缘道，就是讲即个班会，伫咱佛堂，无论伫遮，还是新源山，还是伫大内景德，那么咧，咱会发挥因缘道，就是讲听班的人爱互愈济人，因为讲师。一个来讲，100个听交200个听，伊拢是安尼讲。咱若如果会当200个，即200个拢会当有感受着，互你阵这200个无全部感受，你加100个嘛有家人会当感受着，那安尼会当改变着伊，未来伊若成就了着佛菩萨，相对咱嘛会当成就佛菩萨。所以讲呢，希望呢就是较早讲的，咱伫遮的4班。咱大家是想好好，伫明年，我要来邀请啥物人来参加国语的、台语的，参加青少年班，咱当想想的，明年甲伊引导来，咱会发挥因缘的道。但是，咱今日去进入这个，应该有100几个吧？你若讲好100个就好啊，你若一个会当引导一个来200个尔，敢是安尼？你若去过迄档200个，去引导一个400个咧。咱即间活动咧，经理可能爱搁等头开啊，无去起一间较大间个，已经坐袂落啊。希望啦希望咱若建功立德后较地呢，只嘛当得进修的人员节，鼓励求道，求道听后会当来参班，会当来参班。咱则参加即个班听后，那么呢会当去参加山林。圣堂的4年教育进修班，因为山林的4年教育进修班呢，伊较多元化，伊学的物件呢，会搁较济，会搁较好一点，所以讲呢，咱会当求着道了后呢，那么咱会当鼓励咱的道亲像我着道伊来求道，道了后，你来求道安尼就好啊，毋是安尼。咱着爱去甲栽培、甲鼓励参班，互伊会当成长，未来会当真正咧来成为上天的人才。第四，学道学得好，学道咧愈学愈欢喜。咱来遮感受道理，敢有愈听愈欢喜？敢有？有啦应该是有啦。若听了无欢喜，应该是就袂来啊啦。若拢有咧来，应该是感觉听了嘛袂歹啦。那么当然呢，咱伫学道的内底，会当去看较济啦，会当去研究较济啦，修道办得好，那么呢修道就较拄仔讲的，咱有咧改变着家己无，那么呢反省家己，有改变家己无，毋通讲修道呢，去挂修道的名，无修道的心，愈修愈受气。愈修性地愈歹，安尼敢好？安尼毋好啦这叫做修道。修道就是要安怎改变咱内在无好的物件，爱甲清清除出来。你若像讲囝拢会当来佛堂听道理，伊开始改变，咱兜就变成天堂啦。那么讲道讲得好，也就是讲咱讲道呢愈讲讲道愈讲就表着即个心性啦。所以讲呢，伫咱讲道敢是一定爱来遮？敢是一定爱来遮才算讲道？毋是咱若想讲，我今日去听迄袂歹，去当着啥物人？你开讲的时阵，你会当甲讲，我迄天去听迄个。
人的工事吼，讲一个啥物经过足好诶，分享互伊，安尼你嘛是会感动诶，敢是安尼？哦，毋是讲我无感动，我若法度徛起来食，毋是一定爱徛起来食啦，哦，咱伫边仔，哦，伫树底下渡人救人诶，哦，通通可以，办道办得好，哦，愈办诶。办道愈办愈客气啦，愈客气呢，也就是讲，咱的道夫会愈来愈方便，伫这个办道的当中呢，会愈来愈圆满啦，那么呢，伫这个道夫呢，会愈来愈方便，所以讲呢，要有这个嗜好，这个嗜好呢，若做得好，那么伊的三道自然就坐就对啦。所以讲呢，咱针对着这嗜好呢，希望咱会当记起来，会当好好来发挥，互咱的道务呢会当方便那么这是互发，已经超过时间了这是互咱呢，而且大概针对了着咱伫104年，咱班大概道务的经营，伊的确实，叫咱做一个报告，咱要安怎互这个道务愈方便？就是咱未来展望，主要的这个嗜好，这呢，咱会当逐步来做，就当圆满最后呢，祝福咱大家呢，有崭新的一年，大家会当身体健康，咱的道务方便，安尼敢好？好。好，安尼感恩啦感谢助理助理天德一中、坤德一中，咱再助理简单。来，请处长按助理天德一中、坤德一中，处长早安。处长早安。好，请坐下。各位学员，大家早安。早安。